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日嘅黃金市場深度分析，我係分析師 Jack。今日我會為大家詳細講解2025年12月29日到26年1月4日呢段時間內黃金市場嘅基本面分析同埋未來嘅價格預測。呢份報告係喺2026年1月4日發布嘅，我會用最新嘅數據同埋專業嘅分析方法為大家解讀黃金市場嘅走勢。如果你對黃金投資有興趣，或者想了解2026年黃金市場嘅發展方向，呢份報告一定唔會令你失望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任何最新嘅市場分析同埋投資建議啦。好，讓我哋開始今日嘅分析。各位，首先讓我哋睇下2025年黃金市場嘅表現。呢一年真係黃金嘅豐收年，全年漲幅達到65到70個百分點，係一個非常驚人嘅成績。黃金喺2025年創造咗歷史新高，達到咗4437.3美元一盎司。到咗年尾，黃金價格大約係4515美元一盎司，而且黃金喺2025年跑贏咗所有主要嘅資產類別，包括股票、債券同埋其他商品。展望2026年，我對黃金市場嘅基本面評分係8分10分。呢個評分反映咗黃金市場嘅強勁基本面，係預期2026年黃金會延續牛市格局，年度目標係500美元以上。所以簡單嚟講，2025年黃金表現超卓，2026年前景樂觀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分析嘅核心觀點。好，讓我哋詳細睇一下分析期間，即係2025年10月29日到26年1月4日呢段時間金市場具體表現。首先，價格範圍。喺呢段時間內，黃金價格喺4316到4581美元之間波動，最低點係4316美元，最高點係4581美元。呢個波動範圍反映咗市場喺高位進行盤整，主要支撐位係4300美元。如果黃金價格跌破呢個位置，可能會引發進一步嘅回調。主要阻力位係450到460美元。如果黃金能夠突破呢個區間，有望向上挑戰更高嘅位置。波動性方面，呢段時間波動性顯著增加，係啦，因為假期期間流動性比較清淡，加上多空雙方嘅博弈比較激烈，市場情緒方面整體係樂觀偏多頭，大多數投資者對黃金嘅前景都比較看好，美元與黃金有着反向嘅關係，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。讓我為大家詳細解釋2025年嘅表現。美元指數 DC 下跌咗9.64%到10.12%，係一個非常大嘅跌幅。同時，黃金現貨上漲咗71.28%。呢個數據清楚咁顯示咗美元同黃金嘅強烈負相關關係。美元越弱，黃金就越強。點解會咁樣呢？因為黃金係用美元計價嘅，當美元貶值嘅時候，用其他貨幣嘅投資者會發現黃金變得更便宜，所以佢哋會買入更多黃金。呢個就推高咗黃金嘅價格。2026年嘅預期，美聯儲預計喺2026年會降息2到3次，降息會導致美元進一步走弱，因為美元嘅利率優勢會減少。美元指數預期會喺95到100區間進行弱勢盤整，對黃金嘅影響。美元嘅持續走弱會對黃金形成持續嘅支撐，呢係支持黃金牛市嘅一個重要因素。利率同黃金有着非常密切嘅關係，讓我為大家詳細講解關鍵數據。美元指數當前係98.04到98.32之間，市場預期美聯儲喺2026年至少會降息2次，即係利率環境目前處於低位。呢個對黃金形成支撐影響機制有兩個方面。第一，低實際利率會降低持有黃金嘅機會成本，黃金本身唔產生利息，所以當實際利率越低嘅時候，持有黃金嘅成本就越低，黃金就越有吸引力。第二，降息預期會導致美元走弱，進而推高黃金嘅吸引力。當投資者預期美聯儲會降息嘅時候，佢哋會傾向於減持美元資產，轉而買入黃金呢類避險資產。所以簡單嚟講，低利率環境對黃金係利好嘅。美聯儲嘅降息預期越強，黃金就有支撐。央行購金係支持黃金牛市嘅一個非常重要嘅結構性因素。讓我為大家詳細分析2025年嘅表現。全球央行喺2025年淨買入咗900到100噸黃金，呢個數字係1971年以來嘅第4高。中國、印度、日本等亞太區嘅央行係主要嘅買家。點解央行要買咁多黃金呢？主要原因係去美元化，各國央行都想減少對美元嘅依賴，增加黃金等非美元資產嘅儲備。呢個係一個長期嘅趨勢。反映咗全球經濟格局嘅變化。2026年嘅預期，央行預計會繼續買入700到800噸黃金，雖然數量比2025年少一啲，但仍然係一個非常龐大嘅數字。動力方面，去美元化嘅趨勢唔會改變，外匯儲備嘅多元化需求仍然存在，所以央行購金嘅持續性係強勁嘅。呢個就係為咩我話央行購金係黃金牛市嘅核心驅動力。黃金 F 係機構投資者配置黃金嘅重要工具。讓我為大家分析下 DF 持倉嘅變化，GLD 嘅數據，即係全球最大嘅
嘅黃金期間，喺 GL 嘅持倉量非常穩定，維持喺107.99噸。具體嚟講，係2025年12月24日持倉量係108.27噸，增加咗3.71噸。2025年12月26日持倉量係107.13噸，增加咗2.86噸。2025年12月29日持倉量係107.199噸，增加咗0.86噸。2025年12月30日持倉量係071.99噸，持平。呢個數據顯示，機構投資者喺持續買入黃金，雖然買速度喺放緩，但淨流入嘅趨勢係清晰嘅。全球 F 持倉方面，黃金 F 嘅總持倉喺2025年底達到咗3932噸，全年淨增加咗700噸以上，創咗歷史最大嘅年度增幅。呢個反映咗全球投資者對黃金嘅強烈需求。地緣政治風險係推動黃金上漲嘅一個重要催化劑。讓我為大家分析一下2025年嘅事件。中東局勢，中東喺2025年經歷咗停火，但局勢仍然唔穩定，任何時候都可能再次升級。烏克蘭衝突，烏克蘭同俄羅斯嘅衝突進入咗交隔狀態，短期內睇唔到和平嘅希望。中美摩擦，中美之間嘅貿易緊張同地緣政治摩擦不斷升級。美國政策，特朗普政府推行嘅對等關稅政策引發咗市場嘅擔憂。2026年嘅風險，地緣經濟嘅不確定性會進一步升高，呢會推高避險資產嘅需求，包括黃金潛在嘅上行催化劑。任何地緣衝突嘅升級都可能引發黃金嘅快速上漲，所以簡單嚟講，地緣政治風險越高，黃金就越有吸引力。通脹同經濟增長對黃金嘅價格有着重要嘅影響。讓我為大家詳細分析2025年嘅表現。通脹壓力相對可控，美國嘅通脹率已經從高位回落，逐步接近美聯儲目標水平。經濟增長放緩，個經濟嘅增長速度喺放緩，呢反映咗經濟週期嘅變化。滯脹風險升溫，雖然通脹可控，經濟增長放緩呢個組合就係所謂嘅滯脹，對經濟係唔利嘅。2026年嘅預期，通脹預期會逐步回落至目標區間，呢係一個利好嘅信號，表示通脹壓力會進一步緩解，經濟增長會溫和放緩，預期經濟增長速度會進一步放緩，衰退風險處於中等水平。雖然衰退嘅概率唔係特別高，但風險係存在嘅。黃金嘅角色係傳統嘅抗通脹資產，當通脹上升嘅時候，黃金會升值。黃金係經濟不確定性下嘅避險工具，當經濟前景唔明朗嘅時候，投資者會買入黃金。所以喺當前嘅經濟環境下，黃金嘅配置價值係非常凸顯嘅。我為大家總結一下黃金嘅基本面評分同埋各個因素嘅權重8分滿分10分。呢個評反映咗黃金基本面嘅強勁程度。因素權重分析，美元走弱權重25%，美元走弱係黃金上漲嘅核心宏觀驅動力，佢直接影響咗實際利率同資金流向央行購金，權重25%。央行購金係一個結構性嘅需求，預期會喺高位持續，係長期支持黃金嘅一個重要因素。地緣政治風險，權重20%，地緣政治風險係一個短期嘅催化劑，波動性比較高，任何地緣事件嘅升級都可能快速推高黃金價格。吸引力，權重15%，If 嘅資金流入同投資者配置需求都支撐着黃金嘅價格。美聯儲政策風險，權重10%，美聯儲政策嘅轉變係個潛在嘅風險，可能會壓制黃金嘅漲勢。其他因素，權重5%，包括經濟衰退、通脹變化等次要因素，但佢哋可以放大市場嘅波動。總結，資因素佔70%，風險因素佔30%。呢個比例顯示黃金本面係相對強勁嘅。我詳細講解推動黃金上漲嘅4大核心力量。第一，美元走弱嘅持續性。2025年美元仲變咗9.64%，呢係一個非常大嘅跌幅，反映咗美元嘅弱勢。2026年美聯儲降息預期強化，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會喺2026年降息2到3次，降息會進一步削弱美元嘅吸引力。美元指數預期喺95到100區間弱勢本值，呢個區間係相對較低嘅水平，對黃金形成持續嘅支撐。第二，央行購金嘅可持續性，98到100噸嘅年度購金規模呢係一個非常龐大嘅數字，反映咗央行對黃金嘅強烈需求。係美元化大趨勢，各國央行都想減少對美元嘅依賴，呢個趨勢係長期嘅。亞太地區實物需求強勁，中國、印度、日本等國嘅央行都係黃金嘅主要買家。第三，地緣政治風險升級，中東、烏克蘭局勢唔穩定，呢區任何衝突升級都會推高避險需求。美摩擦升級，中美之間嘅貿易同地緣政治摩擦不增加，避險資金持續流入，投資者因為擔憂地緣風險會持續買入黃金。第四，避險資產嘅吸引力，2025年漲幅60到70%，領跑所有資產。黃金嘅強表現吸引咗大量投資者。F 資金流入強勁，機構投資者通過 APF 持續買入黃金，投資者配置需求旺盛，越來越多嘅投資者認識到黃金嘅避險價值。呢4個因素相互作用，形成咗一個強大嘅支持黃金上漲嘅力量。雖然
然黃金嘅基本面強勁，但我哋都要認識到存在風險。讓我為大家詳細分析4大風險因素。第一，美聯儲政策轉變嘅可能性，通脹超預期反彈或甚至加速增長。如果經濟數據比預期強勁，聯儲可能會改變降息計劃，美聯儲降息路徑可能重新定價，呢會導致美元走強，對黃金形成壓力。美元及實際利率回升會壓制金價，呢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風險。第二，經濟衰退風險，美國經濟動能階段性放緩，經濟增長速度嘅放緩係個現實，衰退風險支持金價。美元全球化屬性可能重現，喺經濟衰退嘅時候，美元往往會升值，因為投資者會尋求美元嘅安全性，危險資金可能回流美元，呢會對黃金形成壓力。第三，通脹快速回落，中期通脹預期逐步回落至目標區間，呢係一個利好嘅信號，但對黃金係利空嘅。例如黃金嘅抗通脹屬性，黃金嘅主要吸引力之一就係抗通脹。如果通脹回落，呢個吸引力就會減弱，實際利率回升，利率上升會增加持有黃金嘅機會成本。第四，地緣政治風險緩解，中美元經濟關係實質降溫，如果中美之間嘅摩擦減少，避險需求就會下降，衝突大規模緩解，概率較低。雖然呢個概率唔係特別高，但如果發生，影響會好大。金價可能回吐12到17%嘅漲幅，呢係一個非常大嘅回調，悲觀情景。2700到3100美元，喺最壞嘅情況下，黃金價格可能會跌到呢個水平。所以投資者要注意呢啲風險，並且做好相應嘅風險管理。讓我為大家詳細講解短期嘅黃金價格預測。呢個預測到2026年2月中旬，價格目標區間係4516到4544美元一盎司，呢個係我對短期黃金價格嘅主要預測區間。目標係4688到4762美元。如果黃金能夠突破目標區間，就有望向上挑戰呢個水平。深支位4125美元，呢係10周均線嘅位置。如果黃金跌破呢個位置，係會形成一個比較大嘅技術破位。4164美元，呢係月線高點位置，呢個位置有比較強嘅支持。關鍵事件與觸發因素，美國降息預期延續。如果美聯儲繼續釋放降息嘅信號，會支持黃金。地緣政治不確定性，例如特朗普政策嘅影響。任何地緣事件嘅升級都會推高黃金，央行持續購金，央行嘅買入會提供持續嘅支持 AF 資金流入，機構投資者嘅持續買入會支持黃金。亞視超賣信號可能引發獲利了結，技術面上黃金處於超賣狀態，可能會引發短期嘅回調。風險評估高風險，短期獲利拋售導致跌破之潛在回調10%，呢係一個比較現實嘅風險。等概率，美元走強或政策不確定性緩解，呢啲因素都可能壓制黃金，上行概率較高。2025年強勁漲勢續推動黃金喺2025年漲咗咁多，有可能會繼續延續呢個勢頭。總結，近期黃金應該會喺高位進行盤整，但整體趨勢仍然偏向上行。我為大家講解中期嘅黃金價格預測，呢個預測到2026年4月中旬，價格目標區間係460到4700美元一盎司，呢個係我對中期黃金價格嘅預測，可能調整10到20%。如果貿易衝突未見惡化，黃金可能會喺呢個區間進行調整。保守預期係4225美元，呢係一個比較保守嘅預測，樂觀預期係5000美元。如果所有利好因素都兌現，黃金有可能突破5000美元。主要趨勢整體走勢係震盪上行，黃金唔會一直直線上升，而係會喺上升過程中進行調整。驅動力，央行購金會繼續提供資源。喺聯儲降息預計2到3次會削弱美元。地緣風險會繼續支持避險需求機會。經濟放緩或風險上升將推升金價至新高。如果經濟數據比預期差，黃金會受益。保守機構預期均值4225美元，看漲派達500美元。呢顯示市場對黃金嘅看法分歧比較大。風險，特朗普政策成功導致利率上升，美元走強。如果特朗普嘅政策取得成效，可能會推高利率。其選舉前政策溫和，壓制漲勢，政治因素可能會影響政策方向。總結，中期黃金應該會繼續上升，係會經歷一啲調整，投資者要做好心理準備。我為大家講解長期嘅黃金價預測，呢個預測係到2026年12月年度價格目標區間係3496到5080美元盎司，呢個係一個非常寬嘅區間，反映咗長期嘅不確定性。樂觀情景係5000美元以上，如果所有利好因素都兌現，黃金有可能突破5000美元。摩根大通預測溝四均價5005美元，呢係一個權威機構嘅預測，結構性趨勢，整體格局係牛市延續，預期黃金嘅長期趨勢仍然係向上嘅。2025年漲幅6%至14%，呢係個非常驚人嘅成績。2026年預期再漲近7%，創歷史新高，呢表示黃金嘅牛市仍然有空間。長期投資邏輯，地緣經濟不確定性升高，全球嘅地緣政治風險會繼續升溫，全球去美元化大趨勢，呢一個長期嘅趨勢會持續支持黃金，央行
項增持需求持續，央行嘅購金需求唔會改變 ，ETF 回流資，機構投資者嘅需求會繼續知道黃金。總結長期嚟講，黃金嘅牛市格局係清晰嘅，雖然會有短期嘅波動，但長期趨勢係向上嘅。我為大家提供根據唔同風險偏好嘅投資建議，保守型建投資者略持有實物黃金或低磅個 ETF， 等待支撐確認後加倉，呢係一個比較穩健嘅策略。配置比例5到10%，表示黃金應該係投資組合嘅一個小部分。止損點4100美元，如果黃金跌到呢個位置，係應該考慮止損。止盈點4700美元，如果黃金升到呢個位置，可以考慮獲利了結。平衡型投資者建議策略混合 F 與期貨，捕捉震盪上行，呢係一個比較靈活嘅策略。配置比例10到20%，呢表示黃金係投資組合嘅一個重要部分。止損點4125美元，呢係一個比較合理嘅止損位。止盈點5000美元，呢係一個比較樂觀嘅止盈位。激進型投資者係策略高槓桿期貨或黃金股票追蹤上行目標，呢係一個高風險高回報嘅策略。配置比例20到30%，就表示黃金係投資組合嘅一個主要部分。止損點4164美元，呢係一個比較嚴格嘅止損位。止盈點5080美元以上，呢係一個比較激進嘅止盈位。總結，唔同類型嘅投資者應該根據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，選擇合適嘅策略。我為大家講解具體嘅風險管理策略同埋需要監控嘅關鍵指標。風險管理策略分散配置，10到30%嘅配置，避免全倉，呢係最基本嘅風險管理原則。動態止損，跟蹤10週均線，跌破之減倉50%，呢表示要根據市場情況靈活調整月度再平衡，根據市場情況調整頭寸，係有助於保持投資組合嘅平衡。嚴格紀律執行預設止損止盈計劃，呢係最重要嘅，要有紀律性。關鍵監控指標美元指數 DXY 95到100區間為利好，要密切關注美元嘅走勢。美國國債收益率，關注2年期同10年期利率嘅變化會影響黃金嘅價格。黃金 HEF 資金流向淨流為正面信號，要監控機構投資者嘅動向。地緣政治風險指數升高時增加配置，要關注地緣事件嘅發展。美聯儲政策預期降息預期支持金價，要關注美聯儲嘅政策信號。總結，好嘅風險管理係成功投資嘅關鍵，投資者要有律性，並且要密切監控市場嘅變化。我為大家總結一下今日分析嘅核心內容同埋最終嘅建議。核心結論：黃金基本面強勁，評分8分滿分10分，呢反映咗黃金市場嘅強勁基本面。2026年牛市格局未變，雖然會有短期嘅波動，但長期趨勢仍然係向上嘅。短期波動加劇，中長期向上，投資者要做好心理準備，迎接短期嘅波動投資，逢低買入機會喺4300美元附近，係一個比較好嘅買入點。中期目標係4700美元，呢係一個比較現實嘅目標。長期目標係5000美元以上，呢係一個比較樂觀嘅目標。風險提示：美聯儲政策轉變，呢係最大嘅風險。地緣政治風險緩解，如果地緣衝突緩解，黃金會受壓，經濟衰退加深，衰退可能會導致美元升值流動性風險，市場嘅流動性可能會惡化。最終建議將黃金作為投資組合嘅核心避險部分，黃金應該係每個投資組合嘅一部分，根據自身風險承受能力進行配置。唔同嘅投資者應該有唔同嘅配置比例，嚴格執行風險管理計劃。紀律性係成功投資嘅關鍵。喺當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升高嘅背景下，黃金嘅配置價值越發凸顯。好，各位，呢就係今日嘅黃金市場深度分析，希望呢分析對大家有幫助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或者想法，歡迎喺下面嘅評論區留言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任何最新嘅市場分析同埋投資建議。多謝大家嘅收看，我係分析師 Jack，下次再見。